后来继续来看这件南投县溪池乡第21线孔明庙的路段。昨下晡4点外，一个45岁太太骑乌多摆，载3岁查囝要转去，想袂到载袂到厝。而这个厝前50米远的所在，倒弯去互后壁一台轿车弄着，这个妈妈弄着头壳，当场就往生了。囡仔小可去测着伤，真惊狂。这阿嬷是真哀伤，讲3、4岁囡仔都无老母通请，是讲甲安尼目屎太流。救护车到车祸现场，路面顶悬拢是纸，还有一个去互弄着伤的45岁查某人，含伊3岁查某囝。这个妈妈去弄着头，足严重的。头部外伤流血比较严重，其实都是内伤的部分。头着伤的查某人送病院的路途当中，突然间无气，救护人员伫救护车顶悬 CPR 急救，但是受伤严重，不幸死亡。3、4岁都无老母通请。这个查某人厝内底人拢做悲伤的，当时伊是载查某囝要转去厝里，过50公尺就到厝啊，准备要倒弯的时阵，后边一台车转弄过来。双方酒车子都是离。车祸的原因，警方还搁调查。3岁查某囡仔好咧加在有安全帽的保护，敢若受到轻伤。原本是要对妈妈出门，做伙转去厝里，无想到讲伊的妈妈半路就无命。